有啦般，聖誕嚟韓國行程編好未？1分鐘分享地道式韓國聖誕行程出發。第一站嚟到龍山公園美軍宿舍快樂聖誕村，由春天、秋天到冬天咧都有唔同嘅面貌，吸引咗唔少人嚟打卡。甚至韓國人咧仲會嚟呢度影婚照。紅磚屋嘅外國建築風格擺脫咗一份刻板嘅韓系風，營造出濃厚嘅美式節日氛圍，所以都係韓國本地人聖誕行程熱門之一。免費入場，無需預約。想要影晚間燈飾咧，可以揀星期5或者6，會延長開放時間。第二站嚟到韓國人真正會嚟嘅餐廳同咖啡，點可以少得龍山站呢一區？Googgie 究竟有幾高人氣呢？呢埲牆紙咧先會變成藝人嘅簽名牆。等待時間咧基本1小時，但服務咧真係要俾滿分。如果喺門口等待咧，貼心準備熱茶，亦都可以選擇到附近嘅 cafe Green Corner。只要係 Googgie 嘅客人咧，就可以享20% 嘅優惠。本來咧就係想飲杯熱嘢，點知直接俾呢一個艾草紅豆蛋糕被圈粉。呢邊咧仲有 cocktail 選擇，大家都可以選擇飯後嚟一杯。喺等待嘅時間咧，大家亦都可以嚟到呢個韓劇《我的大叔》拍攝地，亦稱韓版鎌倉。尤其是係冬天嚟打卡咧，滿嘅韓劇氛圍感就出晒嚟啦。終於開飯，佢哋會提前預烤，坐低就有得食。店員仲會幫忙燒咧，我哋淨係負責食就得啦。Googgie 咧以指撕開同埋扯開肉嘅意思，因此咧比起用筷子咧戴起手套豪邁地食先過癮。推薦點鹽或者咖啡粉。由於肉質咧採用特殊嘅熟成功法處理，會變得更加軟嫩，肉質更加豐富。再配上冷麵咧，冷熱口感嘅交匯，超級推薦大家聖誕大餐揀呢度。想要呢啲行程咧，下面留言聖誕說，整理全部發俾你。分享說傳統加入行程，追蹤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，下次見，拜拜喲。